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演唱客家歌曲，2006年呢有跟客家布袋戏合作，因此也配合剧情创作了一些小品。在2012年的时候，才真正开始创作我自己的客家歌。其实，在唱了这么多不同语言的歌曲之后，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原来母语的客语歌曲会在我演唱诠释的时候，无形之中表现出了让别人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又有一次是在荷兰的一个市长的办公室，他是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演出者在那个市长的办公室，然后在欧洲的建筑是等于是挑高的，我也不需要麦克风，然后策展人就说在我们要宣布这个 festival 开始之前，可以请佩叔在这个时间帮我们唱一首歌吗？我就开始唱出了老山歌的旋律。当我一唱了第一句之后，我看到这个整个办公室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他们的整个眼睛是睁大的看我，嘴巴也是开开的。后来唱完之后，他们问我说：“这是什么歌？”我说：“这是folk song， Taiwan folk song。”我没有特别跟他们讲是客家歌，是因为我觉得它分得太细了，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可是他们对于这样子优美的旋律，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叹，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然后而且老山歌因为它要拉的长音，然后又有自然滑落的就是非常自由的这样的旋律，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就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差不多都各种的时间可以是做自家的任务。是有一只想法上的创自家的创作，所以该当时老同学教乐团是慢慢的来学习做任务的方式，到台校来毕业，到唱片公司做驻扎，还有到电视台来做企划的跳路所以紧做紧有兴趣后来是因为熟识安尼车一位欣赏，车一位欣赏其实古人爱讲，你写很多方言歌曲，其实你做得市款用的母语回了腔的客家话来写歌曲。该当时记的故事是本来有一只同理来做我的客家专辑，所以第一摆我写的客家的歌曲是被演重新个台上的时节，刚开始那都首奖。后来咪紧到安尼到客家界的朋友来熟识安尼，所以紧做紧好，安尼咪紧做紧有兴趣。你下咪当伊问我讲，你用办袂继续来做客家的创作？其实对我来讲，做客家的创作，还是我的人外一只母语是河洛话。对我来讲，其实是青岛一只当特别的事情，因为安尼唱歌的口气还是安尼唱歌的方式讲的故事，全部绕安尼客家有当有关系。安尼迄创作乐团嘛吼，差不多19年嘞。因为当初是安尼有客家的朋友找给安尼去做客家的表演，是安尼做客家的表演，做唱客家歌的佮当时是想讲，做得来吃口因为安尼迄创作乐团是吃口就用客家话来写歌。他们都咩？从2013年开始的时候，开始参加一个比赛，像佮当时还有同发创作比赛咩有原创音乐大赛你还没有。像2015年嘅时间，还有个曹克月啦吼。其实头摆在做5年的时间吼，安尼乐团写歌的迄可能，不过就是从我开始，我们开始创作嘅客家音乐，我知道非常的神奇。因为头班唔是上过自家要写歌，所以两下当然有一只开始我继续做客家歌的要做的，我写方言歌的要做的，我知道创作真的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呢，因为来客家因为两下嘅客家嘅创作要非常的多元，流行嘅创作来讲嘅吧，所以希望安尼自家要做的持续的做不同的客家流行音乐创作。要希望各位朋友做得来，向下来欣赏安尼咧，有按多么强烈的创作。我是从大概2006年开始，就是创作客语歌曲这样。然后其实一开始会做客语歌曲，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参加比赛这样。然后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参加学校的热音社，然后开始创作这样一些西洋的
流行摇滚的歌曲这样，然后一直到我后来2006年就是想要参加海洋音乐季这个比赛，对，那我就想要做出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有深度，然后有区隔的一些音乐，然后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是客家人这个背景，那其实我在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还有家里的长辈，其实都蛮常听传统客家音乐，所以我在我的脑海的资料库里就其实已经蕴藏很多客家传统音乐的旋律，所以我就就是那个契机，就是让我开始用一些客家的传统歌谣啊、山歌去跟我喜欢的摇滚乐做一个结合，一直到现在。本身玩的乐团，它其实就不是民谣的曲风，反而我就是去强迫自己去写一个民谣的歌曲，然后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更容易接受这种音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一开始，这样是1996年的时间，30岁的时间，后来32岁发起这种时代。其实过去都全部都看到去做客家音乐，其实不止下样的神发动，伊拄个讲的故事，加迄讲记录人生，也迄讲骗人的故事啊其实做到背面唔会让人想讲，尤其我到台北，我已经32年了，32年了，你前面那个行业就都无按用多机会去讲，没错嘛无机会讲的话，你就一听。你会想讲，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连自家都无办法自家都无办法感同的。故此我会想讲，迄唔係硬行我轉移你不卡讚。不過轉移不卡讚的話，你問題是當現實啦。你都特別讚定的人、黑定的人，不卡生意很多讀書。你做唔得想我講現在都係疑難的可能我睇我就想到講啊。多種嚟唱客家歌，多種嚟唱呢個山歌啊樣。嗰陣時總嘅睇到去過2年，去2年做客家山歌嘅採訪，2年行轉嚟之後你就冇貼喺真理完全冇真理就佢都定下嘅深度去見到嘅點樣講咯，見影響嘅。原來做安樣，你都你做音樂嘅養分啊，一個底蘊啊，迄度就當我做過山歌一條，當我就往內都，唱片也難賣啦。你就有樣覺醒就講我一賣所以我就一上個來賣，一上來做，後來咩都擺面啊賣唱片唔係充電嘅，做文化變到充電嘅，就變到安樣嘅，你就變到人講反正按樣唔會我都市咪錯嘛生意要按俗態嘅。按做下伊嘅，變到前面這個有一個使命感嘅你有樣使命感之後呢，你就因為講你做了條東西，唔係為人自家做嘅，為人下推做Hello， 大家好，我們是二本貓，你本貓，我是吉他手王偉，吉他手王B，我是鼓手潘維，鼓手潘李，黑主唱阿 Q， 我是主唱阿喬。我們最早開始創作是2015年，對2015年，我們寫了真正的自由式，完全自由黑。對，然後那時候是為了要投稿一個比賽，然後蠻特別的，我那時候也不知道是客家的比賽，對，是哦，直到來練團的時候才知道，原來要唱客家歌，好像是這樣，蠻好玩的。我覺得用母語來唱自己的創作這件事情就是很酷，對。然後雖然我自己不會講，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創作這些歌曲啊，也能夠讓那些講母語的人聽得懂、有共鳴的話，就很棒。我們的信念是我們要持續創作啊，這是我們就是生活的能量，然後要把母語這件事情帶到國際，讓更多人聽到。在這幾年好像有得到蠻多獎項的，這些都是我們的養分，是動力嘛。一路走來，如果有這些肯定，覺得就會讓我們更有
活力继续创作下去。也让我觉得，小时候我会很怕人家知道我是客家人，因为都会说，哎，你很小气，对，对，其实就会觉得，哦，我做了母语的音乐，那我可以用母语得到奖项，每个字都懂功用。我开始写客家歌曲係2006年嘅時節，嗰陣時啲學校讀台學嘅時節，啲學校啲都談到民歌比賽，有一個台灣系的學長，佢寫一條自家創作，就自家用自家母語河洛話寫嘅歌曲。我喺第一擺談到永遠比賽嘅時節，從自家用母語寫嘅歌曲就很 shock， 那個當下就會講。用這個韓式時節講嘅話寫嘅歌曲，因為做得安用嘅一種生猛有力，可以用生猛有力來形容，這個是方言特有的一個特色。所以就本來出到講，好啊，我呀可能用這個韓式時節講嘅客話來寫可能。第一次嘗試用客語寫歌之後，就發現我聽到這個特別嘅聲音。然後配音冇共用嘅一種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表達方式跟內涵，一種語言就像一扇門，你如果學會一個新的語言，你就通往一個新的世界。嗰時候開始用漢語嚟寫歌曲以後呢，我知道頭擺冇意識到嗰種韓式時節談到嘅故事，韓式時節睇嘅地方。我的老家在苗栗的鄉下一個叫三灣鄉內灣村的地方。嗰山呢，水嘅流法，山呢嘅形況，都係啲藝寫客家歌曲以後，將對藝有意義。嗰時候，藝想愛留兩種，就講寫歌嘅寫了10年啊，唱歌也唱了10年，想愛留兩種漢語留入背後嘅一種留土地有接觸到嘅美感，獨特的美感。跟他特別的文化質地，做得用歌曲、用音樂來傳達俾大家。那我寫一些歌，可能就是跟很多的人有共鳴這樣子。那很多人在我演唱完後，就是後來跟我講，就是可能 Facebook 訊息啊，或是大舞台，後來就是他說聽了很感動這樣子，對。然後像我之前也有寫一首歌叫做《你會記得嗎》，你會記得嗎？那是寫給我爸爸的。那因為我爸爸以前有中風過這樣子，那我就我所知，就是中風過的病人可能他老了，比較容易會出現，就是說把你的子女的名字忘記啊，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你心智年齡不是現在的當時的70、80歲，然後我就寫這首歌。那有時候我在台上唱這首歌的時候，會看到台下有人在哭這樣子，那我會覺得，雖然說母語可能它不一定是聽得不是每個人都聽得懂，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可以打動人心的媒介這樣子。對，就是繼續寫我覺得繼續寫客家的歌曲有一點就是第一個，有時候母語啊，我覺得寫母語的部分和寫國語。可能我寫母語的內容可能跟親情有關，更能打動人。那這也是當然是我會想要繼續寫下去的一個其中的原因。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現在也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老師，我在學校教小朋友唱客家歌。那我也會希望，因為我現在也有在開始創作一些客語的童謠。那我也會希望這些孩子他們長大，他們也會繼續聽我的客家歌，這樣子就是。我覺得母語客家話是一個蠻有趣的語言，這樣子。但我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就是從我自己教學相長，我自己可以從小朋友身上獲得很多，對，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這樣子，對。嗰隻時間點應該係1992年，拄好前幾年啊，爸爸媽媽、阿公啊成年。再到我大衛所復權，從下有一隻重新有母語翻建的一隻家庭就走出來。我想講，嗰兩時拄好有個朋友想講，
很多奖用，佢本来去全新的吉他送爱，就开始嚟教啊，就上讲诶，个老人家爱讲吼，后生的时节看到孙呢非常欢喜，就可以上唱山歌。啊，所以喊啊学习时节佢咪讲喺度日本的童谣，哦，俺用袂既然老咧，俺唔是唱跳歌为读，哦，俺上世代嘅为所有关系嘅，咱们看下。而且咱们看下牛眼树当嘅山么，对你叫娘娘。喺睇樹下有隻阿山喺度等日就嘅壯牛啊，嘅獨木船。先開始咧，就打開一扇，從來唔是打開門，看地背面對有愛童年嘅快樂，看聽到神奇嘅故事來寫出來，也是因生命嘅源頭。對我嚟講，2002年係非常特殊嘅一年。一年呢，因為係這裡我爸嘅詩文系，羅浪詩文系，嗰時候呢就係受到我爸嘅40多項嘅一種造訪吧，分享啊，讓我嘅自家嘅母語，韓國依照童年從客家莊所有經過嘅青島嘅生活咧。挺神奇的事情，也係特殊的事情，全部就很像的哈。嗰時候呢，人講嘅就講文化 DNA 就本這樣子就分享。咁嗰時候就開始就像打開嘅水頭水樣嘅，安尼嗶嗶啵啵就開始不斷的用自家嘅母語來寫歌嘅。我想就係2002年開始就係送開。安尼個老自家嘅母語文化嘅一個題目，就開始山題目送開以後呢，就看到客家話、客家人嘅世界，甚至呢老自家嘅生命嘅一種根源完全呢就接續上了嗰時候報名呢也很多年就希望講從自家嘅母語一個部分，也係講客家文化也一個部分來去清楚客家島嘅元素，甚至呢，我想做一個創作者慶祝嘢嘅就係一作品老自家嘅生命嘅一種連接嘅關係，一種關係係人嘅一層刻，我想也創作嘅歌嘅也同樣就係。一層劇。我係對2003年開始，去寫出自家嘅母語嘅創作第一條歌。其實這因為一來係我感覺到自家從漢細時節，漢曉得講嘅一個客話，都會見來見睇，去到都市巷，去到台北讀書。過按多年，見來見唔曉得，我會講一個語言，所以其實這就幾年前開始想起來學轉一個我自家客話嘅。你來係有一班嘅喺台北，其實就係喺讀大學，喺台北一間唱片行，拄好喺老嘅時間就聽到阿土哥嘅一條歌曲，其實就聽到嘅時間。知道佢感動好有動態安嘅震撼，就免到啲安逸嘅地方，冇免到做得聽到自家熟悉嘅一個語言，所以其實就能開始免到就講自家有啲做音樂，嘛啲認真佢希望啲學盡一個客話，所以其實就免到一定愛來試看下，撈客話同音樂來結合，所以就對2003年開始就一直喺寫，喺練習安尼。我是講也是就對客家規則嘅，比如客家語言，可能會受適應嘅事情，我係蠻感覺到，因為我做些環境，你可以講唔係客家
客家饭店。啊，我也亲手机去同一个客家，比如讲做文化工作的一个大家共下吼，这个后背电脑因为开始创作客家音乐的时间，长度多的啦吼。所以讲，请开头的时间哦，请单纯去讲，因为客家迄个行业迄个特殊的素材，吼，种安尼讲，创作人来讲吼，请创业如讲，千万的素材的创作，无论迄绘画吼、雕刻吼，再讲甚至填鸭。哦，音乐当然啦，嘿，所以讲，其实最头先，我会上多会用客家迄，我发现到我客家的语言本身都係一个特殊的一个素材吼，创作的素材。因为流行歌大家拢甜的，拢写如讲量身定做，去写配音，要写客家，哦，所以后摆客家发现到客家的时间吼。佢完全同过去写流行音乐无相同，心情完全无相同。佢是一写歌的吼，我真实感觉到，我七个有在写歌的，结果慢慢的发现，讲安尼喺做的事情吼，唔但係七个要创作，天天，还比如讲，也就无法度片面吼，但是呢，就讲，安尼一天去开下来，一个。有关传承啊，吼，也啥讲安尼客家文化种类嘅事情吼，因为啊亲自然都安尼接触下来。我喺呢啲1993年那時節，下行係第一條係呢客家創作。我當初為現在用母語寫歌嘅原因，主要係我嘅年代。喺台灣嘅音樂歷史當中發生很多新台語嘅運動，好多從林強啦，過來從陳明章，嚇，過來黑名單工作室開始有新嘅好多歌出現嘅。按幾下我都會啲嘅想講啊，我講我係呢個客家人，我今有想過有個新客家話新客家話嘅。安尼嘅那種創作出現嘛，係呢安尼嘅動機那樣開始寫下我第一條嘅歌。但係你寫第一條歌嘅時節，其實第一個上多嘅係呢吳勝志，因為吳勝志有做歌嘅，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咧，那下做客家創作嘅音樂人，可能都因為如講吳勝志都安尼咧攞主持呀。啊，我第一條歌嘅都係19，那19嗰條。歌位其實創作嘅速度個叫差唔多都30分鐘都寫下來，詞間曲同時出來。那對我嚟講係呢一個特別的一個創作過程，因為我之前係用國語寫歌嘅，用國語寫歌嘅時間係呢因思考，因啲嘅斟酌，但係用客話啲嘅創作嘅時間，係呢嗰種個直接東西都按得出來，詞間曲都講下出來。大家好 ，Andy 係愛可樂 ，iColor， 我係阿 Kim， 我係大勇。嘿，其實 Andy 啊，係從2013年哈開始做客家音樂嘅，2013年開始做客家音樂專輯。開始呢，其實我係從唔係講客開始創作啊，大勇呢，你自己介紹。我一開始是因為我們的共同老師，共同嘅信上，對，蘇通達老師，他邀請我做這個，他也沒有說做客語音樂，他只說做製作人，對，然後就突然就是做我們的第一張專輯《饕客阿哥》這樣子，對，所以就是我們把我們湊在一起這樣子，開始咪從喺比賽開始哈，因為一開始唔係做行業音樂哈。你可以走方言啊，從啲做韓國嘅音樂嘛，對，是不是？平常也是有做一些流行的音樂啊，不只是華語啊，還有閩南語其實都有做過。係啊，後來啊，喺公司鼓勵 Andy 好，就做 Andy 自家母語嘅歌曲，所以已經做了第一種、第三種、第四種，已經4種專輯咧嚇。母語係 Andy 老家鄉上面嘅。
我觉得客家话就是跟我们家乡连结在一起的记号，每一种幸福感拧通，它也是一种提升客家意识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做客家音乐的一个统力哈，就一个动力。其实我就有张乐团很多猛度的事，就开始就唱拉丁歌曲。其实我们发现到台湾冇人都唱也部分，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唱。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对安尼音乐没有办法接受啊，因为讲大家他唔识人家唱嘛。可是呢，开始慢慢的就接触，因为我们客家人哦，所以那时候就发现到，那时候认识到严志文老师啊，又认识到阿涛哥啊，又认识同多安尼那个客家的歌手哦，叫到唱的歌尤其谢宇威哦，佢唱那个 folk 那个乡村的音乐啊，感觉到实有一扎，冇向到那个客家歌做的按的来唱哈。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现在我团就开始表演的拉丁歌曲，哈，我就常常用客话来唱出来。那时候就开始做艺术，很多停下来。其实拉丁歌曲下呢，就讲因为讲个音乐的风格，哈，个讲个旋律，个讲个节奏，都很丰富哈，都丰富。所以呢，我就想喺度客家歌应该有得安尼演出哈，真有感觉到讲，做得同喺度客家歌变到较有安尼特色，较有安尼快乐的安尼真多分哈，真讲嘅气息哈。来到台北听不到客家话哈，我不会觉得奇怪。可是连我回到故乡，都已经听不见了。我那时候才发现说，我的母语已经有危机了，连在一个客家庄都听不见，在街上都听不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那在做嘛干？我可以做什么？我自己已经是个音乐人了，那时候已经是个音乐人，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就开始用客家话来写歌，只是那时候要写什么还不知道，只有这个想法而已。结果，有一摆，我那时候在教钢琴，然后我在给自己编钢琴那个练习曲，下了一条歌曲，还是去到看，那条歌曲是人唱，那就开始呢，还是用法语来唱，结果我觉得不好听，我再写一个英文的歌词，结果觉得还是不好听，就莫名其妙，客家话走出来了，客家话跑出来了，我就发现讲，原来那客家话是在唱。一种歌曲，这种风格，这种歌曲的风格是 jazz， 所以我第一首歌就是 jazz 巴塞多法加客语东西，这样走出来的。所以这是这个咩当下歌，不然老都是讲客家歌就一定是3个小调那个样子。结果我写的第一首就不是3个小调，而是讲应该是7分曲，所以应该是7样试验客家同 jazz， 客家同 rock， 客家同电音同。disco 同 hip hop 结合起来还蛮好用，就这样子一张专辑这样做下来了，都是实验出来的。所以26年前作为歌曲，26年前写那首歌就是三藩市的 Coffee Shop， 到现在还很多人觉得这个歌很前卫，已经过26年了。其实差不多民国98年的时间，有朋友希望做一只纪录片，主题曲，因为其实该时间某嘛袂讲哈，其实详细袂讲，袂谈，唔会讲，所以现爱落去填修的时间，就是说我用下山，就唔会讲哈啊，用翻音来写啦客家歌曲，后来是因为爱咩。让我强下看那纪录片，是有着感觉，是让我填修，去写词，爱写曲，是安样人来创作提调，客家创作安样人。后来是慢慢的去比赛，然后有本合委会有看到，上有可是阿曼多的表演上，我咪祈祷说，你会路未做得很看的，因为你详细。其实我从小唔敢了解，我一家的家伙讲话，因为我家伙全部是讲客话，我是我会谈不过，我讲不出来，我是就是在逃避它，所以我两下我知道，做得让我家伙讲话是到动奋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应该上会老爱一家的母语严重了样。其实我2009年发行了第一张的创作专辑的时节，刚刚开始做专辑的，我要做到为后置的时节哦。录音都睇的是有一只消息，录音室嗰邊大概是有消息講，我愛會做翻譯歌曲，翻譯嘅專輯模。我開始就講，雖然講嗰間唱片公司係愛挑擺當後嘅歌手嘅唱片公司，咁講愛去到。我是冇想去做翻譯歌曲啦，對我來講是想唱客家歌曲，因為對我，而且客家話唱起來，咁講係唱也係寫都下自然就在表達我想去講嘅東西。在唱國語、唱翻譯的時間，就會感覺沒那麼自然，會好刻意。因為當當因為講客家語有該客家腔有啊，嘿，那個唱國語的時間就會變得咬字會有點刻意，我未摸當好愛用天線，所以我是未摸接受了只邀請，因為客家話對我來講唱起來、寫起來、表達我自己最好、最自然、最自在，對，所以我會想來堅持做客家話。其實我講一開始在做主持啊配音，外面咧大家就講，今年有要下詞，今年這個咩會哼唱啊，上海話也得，唔過嘛，唔去搞出來比賽可能咯，大概都主持也得是去創作嘅比賽，咁係唔係唔係做嚟去搞來比賽，我就咁有呀才情，有呀才調實在睇，就是想講咁冇出去可能，不過2012年的時間，那就上色了下一條歌曲，按到馬嘅法。大王太家上下就拿到的第一名。應該講從這出阿公阿婆演阿太夫歌家，不過從這對我來講母語講客，因為偏當事人的事情，當前輩的事情，冇講客，我總係冇辦法同大家溝通。阿叔婆見咩頭毛嘛，該是貴語。不過對我來講客、唱客也都係一件當事人的事情。因為我所講，我唱歌的無太家唱到按好，下次嘅才情的無太家按到，因為人家嘅詩詞啊，我寫到動有詩意、動有功夫、動有感情。不過我嘅路線就較切拍拍，寫到較偏語調的，像唔看慢來煮啦，也講寫黃土，也都全部都唔看，我有太二股，我有。菜木竹，全部都係日常生活都接觸到嘅事情。不過外面沒有欣賞，不會鼓勵我講，你既然做得寫到按簡單，你請好啊，因為安尼，他人生是全部做得拿來唱，就唔係講，有的是可能唔係按好講出在嘅，有的人唔係學語啊，有的來學客家，像我有雙母音啊、三母音啊種嘅，對佢哋來講就比較困難。不過也做新型嘅歌曲，寫到技巧快發跳，咁就會幫大家。都知道講客家音樂簡單好聽又強快，咁係知道講，和我典型上都講嚟講，見下講嚟寫嘅慢慢煮啦、寫黃土啦、撒果啦，撒下來就要講，跟住老師你上寫全部都寫去咯，